润国小他们今年这块学科化的 CD 就入围金曲奖了，所以那时候傅明雄跟蔡胜汉老师就跟我讲，哎，你答应我们的事情，现在你终有机会可以来实现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会尝试说哈，就是把他们这块 CD 里面的这些歌把它串联起来变成歌舞剧。但是因为这块 CD 里面呢只有10首歌，你10首歌要把它搬到舞台上去演出其实时间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这些童谣时间都蛮短，2分钟、3分钟，大不了4分钟。那你10首歌充其量也大概40分钟。所以我就另外又加了2首歌，就是去年写的那个《谁代表家里的太阳》那出儿童歌舞剧。然后另外在他们去年同期，就是他们在做这块 CD 的时候，其实也有一首歌叫做《木瓜好》，他们有收录在里面，所以我就另外再增加了这2首歌在这个里面。那我拿到这块 CD 完之后，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因为他们这个里面的歌其实都蛮平凡的歌曲，都蛮生活化的歌曲。那我想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我们平常都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但是你要把它变成是说可以让观众愿意进来剧场里面看你的演出，因为你说蚯蚓啊、画眉鸟啊、木瓜，你说我们平常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是说很稀奇的东西。所以当初我在构想这个剧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突破这一点。所以那时候也是想啊，那要用什么点才能够把这个切进去呢？后来就想到，外星人，因为其实像外星人，的星球跟我们这边地球上小朋友的认知上应该是差异蛮多的。地球应该都是绿意盎然，那外星球应该都是那种石头啦，很多的，对。可能就是连一点生物都没有，所以我就是从了这个点想说，可以去构思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他就会认为是说，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都是很不平凡的东西，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构想，所以我就取了个名叫做《落入凡间的奇鲁米》。那奇鲁米呢，就是那个外星人的名字。然后它里面刚好也有一首歌叫做《爆米花》，那爆米花不是都会知道那个音响蹦的音响吗？我就利用这个奇鲁米，他来到地球之后他的飞碟降落地球玩的那个蹦的声音。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我就从这个点开始把这所有的歌曲串联起来。那第一首呢排的就是那个《爆米花》。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当然我所遇到的挫折也很多，因为呢，有些受限于道具，还有这个歌词意思的关系。例如说，木瓜灯它必须戴在头上，那有些动作呢，它却是非常的大。带着这个木瓜灯，我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呢，不断的修整。那在修整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一定会抱怨呢，老师怎么变来变去，怎么改来改去，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所以说呢，可能在我所受的挫折跟小朋友所受的委屈呢，都不是说短暂的时间也可以说马上来解决。所以有时候我哭，有时候他们哭，有时候他们掉眼泪，我掉眼泪，或者是说我大吼大叫，小朋友伤心。但是呢，我想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要把一个舞把它完成的话，一个创作完成的话，也是必须要经过这么的辛苦的一个排练才行。
凤乡呢有2种色啦，凤乡呢，咱乡公里边有72种，太早的凤乡呢有暗太条82公分，细早嘅都暗枝条差不多1.5公分。那你乡公有啲差别做嘛个暗太？啊，乡公万无红色无无色的是黑颜色黑嘛个色。那生意呢有时候会问个老师，那我问你哦，那个蚯蚓哈，怎么会是红色的、黑色的？会错啊，做嘛会红色的会无色的呀？啊，无红色的无无色的是伊的黑上做嘛个色？那么这个虾人都相对真好搞啊，因为 black is beauty 啊，同埋大家的皮肤暗黄，人都本身条沙呀，啊红的啊相对因为粘的都挤挤的，我说一切都係本人砍下來，砍到脱水，溜粒呢擠的安尼。啊，將把生意呢一衝下落去說，講到嗰種真好搞，唔可以喺樹安尼，真搖，有時啲樹下都變到風險。因為安尼起出表現得出安尼森林曲蟲嘅嗰種樣式啦，有啥講到原來寫歌嘅，唔免那將個人想象中安尼寫，係有一啲團隊寫好嘅，因為一啲曲蟲啲團隊，所以安尼表現下來，有講到出個嗰種真效用嘅，嚇18效嘅用嘅。安尼真好搞，真好搞啊！一种 CD 吼，佢当初制作嘅时间呢，也深嘅期间好久嘅吼。啊，只有要嘅联络歌手呢，伊个积极，来请我哋谈要安样去录创嘅一个要嘅事情。啊，过来呢，我都将把要嘅习俗歌嘅吼，拿一本要嘅联络歌手嘅告状，我哋呢总告状，伊对要嘅东西呢，伊各有兴趣。结果呢，大家人谈的这样的气氛改好，都决定来制作一个 CD 专辑，差不多练了我半年的时间。一突然间为了一个因为经费的问题吼，稍有动脱到一下。制作一 CD 吼，把唔会收钱吼，本来也都是一个国泰一个挑战吼，这个学校的呢，高中对呀家长费吼。因为学校的先生的个天数之下呢，有重要的资金的问题呢，去克服，去装好的以后，然后去个录音室录唱。录唱的时间，唔会感觉讲虽然的创业的客家歌的吼，当初的这种气氛都讲，一定去创业客家歌的时间，可以去了解客家歌词，可以去传承要的客家话。也係我哋最大嘅重點吼，雖然到錄音室嘅時間咧，都嗰度我哋要注意吼，因為一定個發拍，看到某個東西一定都會親啊咧，嗰差唔多親上一啲特度嘅樣嘅吼，尤其個麥鼓吼，還記得個蘇老師個麥鼓，伊幾10個萬嘅麥鼓，佢嘅聲音咧，哦，幾年間，我聽講啊，伊個麥鼓比撞壞。佢都會聲音的一個天真的一個動作吼，我呢，佢個創嘅時間吼，有啲會聲音的味有一個臨時的狀況，唔係講幾好，我哋差唔多6個月會6個嘛會整嘢啦吼，期間都有個青山先生同蘇天老師吼，嗰3人嘅在。最後呢，我哋完成有嘅東西嘅時間，今下我都有感覺講，有嘅東西比我之前製作嘅更有水準。一個新年呢，佢一個學唱歌嘅中間吼，嘛幾神奇啦！哎呀，咁我都講一定幾認真。吼，雖然講對一首歌嘅幾咩神開始唔曉得念，吼，也唔曉得唱嘅當中，吼。一定幾認真來學習，本我哋感覺到講一條新年呢也學嘅幾夾個吼，我哋一邊慢慢的一隻詩
开始搞一点用的盐，按用来创，到几条歌的呢，可以创得到用一点最天真、最活泼的声音，来创出一个歌曲的世界，这种的感情在投入去呢，我本来讲哦。一块 CD 底本民俗的歌曲也得声音呢表达得相当的好。我神奇的都讲，有的时间我同人抱怨啦我同人讲啊，老师，我哋都爱古嘢，我同人留下来安尼啦啊讲冇办法吧为了要有更好的成绩来呈现啦故说呢，一天都要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安尼加一份的努力呢就可以用呀做出更好的东西。做戲咩？點解T牌？唔係T牌，都嚟講一下你T牌做戲嘅感覺係乜？該神奇，因為你嘅氣氛嗰度如果係有一團嘅水打邊一下，我跳舞要旁邊有個困難。唔會因為一頓頓創作嘅就冇困難。我到嘅睇見嘅舞台空調有冇見到？唔會完全唔會見到。希望表演嘅時間用燈年來看，大家加油啊！希望大家可以傳承嘅客家嘅文化。聰明反叛有野心，強來天數，家家相處好盼望。海一條兒送水大便，頭將將給水大便。海一條兒送水大便，頭將將給水大便。一聽嘅木瓜書都拍嘅木瓜係一種形式因為給下嘅一首蔡振泰老師你們寫一首歌木瓜像木瓜燈嘛，就從我那種把表現出燈的感覺，就是克服很多困難然後就把最後就用那個絲襪慢把它變成就是一個木瓜的外形，然後再用 tempo 在裡面，那打荷人都像木瓜燈這樣，就是說你要給舞台開嘛，你在舞台上表現出來的東西是不是很顯眼？那要不然因為經費公司採買過拮據，領導高中還講，小燕要擺嘅經費很拮據盡量用個小的東西去做，為什麼呢？就用比較特殊環保道具，比如說保特瓶玻紙對，把它塑形成木瓜，對，當天應該彩排時候會看到，那就盡量就用一些比較接近我們生活一些比較不需要的環保東西來製作。書講的迄頭飾，天公奉獻的啦，冇對木主搶啥個，對，還有標條那當個，另外那個書也是用那個襪子來做那個奉獻的同布片的，畢竟像這種東西學校真是都蠻拮據盡量去把它製作，我算是學校的義工啦。其实这个过程是蛮辛苦的，在这个整出戏的排练过程中，让我感到我比较使不上力的地方就是经费的问题、制作费的问题。因为经费的问题那要不然因为经费公司采买过拮据，所以我也希望是说，很多的单位能够在南部的这一块客家艺文这一块
的制作费的补助哈，能够更宽裕一些。这样子的话哈，我们这些等于是说在为客家艺文做一些努力的一些老师哈，才能够会比较没有顾虑的哈，能够把东西把作品呈现得更好更完美。
万体嘅爆米肠，已經放起嚟。嘅到底係乜嘅聲音？我哋愛唔愛去看那先啊？好啊。係乜嘅東西啊？唔知呢。你有看到冇？冇看到。喂喂喂，前度咧，前度咧。嘅係乜嘅東西啊？係種怪奇怪嘅東西。冇啥，係怪物，怪物啊！喂，出來！我哋要按到你，幾槍嘅你，驚乜嘅啊？錯啊，唔是驚，唔會啦，來啦，哪會驚啊？我哋去看那先，佢到底係乜嘅鬼東西？唔聽嘛聲音，呀，唔對哪位來？呀，唔講乜嘅啊？糖唔是。我哋講嘅幾糖唔是，佢講嘅我哋糖唔是，用加上。想辦法啊！一定係外國人，用我妹。OK。What's your name? Yeah. What's your home? Yeah. What do you like? Yeah. How are you? Yeah. What do you want to do? Yeah. 也嘅時節過流行一句話，馬雞花。講大姨買通我，俺來試看覓啊。好。你今年幾歲？你叫啥物名？你對倒位來？你住喺倒位？你是啥物人？冇啥記起阿子，必送你試看那些。好啊。用架啥？嘿，冇辦法溝通啊。講水講幾講下架法，唔有嘅辦法唔可以炒哦。學下花，哇，先生講愛白件花，堂課要講好老花，上課要補愛桂花。學下花，哇，樣樣係愛學下花，碌下來講下架花，下課要講下架花。花東花是花之家，講是講下花，大家要笑下花，台上講出下架花，哈架花，阿美花，哈架花，哈架花，大家來講下架花。按多嘛嘅名，錯誒，唔見嘢度聲，錯誒，學下花，哇，該快些，該快些，食下來講下架花，下課要講下架花，花東花是花之家，講是講下花，大家要笑下花，台上講出下架花，哈架花，阿美花，架花，架花，大家來講下架花，花東花是花之家，講
爱按到七路米，七路米唔好，大家好，迄题奈味，爱迄题各样嘅 thank you，来 TQ 做乜嘅？我来前面看保温，做乜嘅？我来 TQ 前保温。因为爱嘅 thank you 本一种偏群情开，通讲 TQ 有一种果子，开始了也种偏，故所去派爱来完成也嘅任务。敢唔知也种果子嘅名嘅么？唔知啊，唔知敢会用嘅钱哦？敢唔知佢嘅用什么？也种果子上嘅安尼用式，也种果子上嘅安尼用式。嘅係乜嘅東西？也种果子运到东西。唔係唔係，咁唔定做得同埋聽數全部本冇？冇問題。包菜奶店嘅成功，多搶唔定。天使冇做咧，奶店應該幾物卡咧。假是都未愛用嘅喏，來嗌物卡裝完下好咧。耶，上來了。做嘅該參賽，睇藝成橋莫按合適嘅東西，多謝阿玲妹。唔是哈希，唔是哈希。唔能做得同人聽數全部不莫，藝成橋嘅人睇得奶帶各自歸去叫幾點？可以啊。過來，睇下日看寶寶係乜嘅？我去奶錢咯。假使日看寶寶係種果子。家內定開到留隊迄前看下先啊！也嘅田裡改好，留隊中嘅改到水果每天無無手提嘅。家內定假時來去吧。好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用也被松松比，在行在行，人嘅饭就到了对面，江山流水来相比，我放眼了有在对，从前左右后先锋队，一队一队来保庇，看看眼看，清亮看，欢喜来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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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口着耳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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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米也过山坡，在行在行，人嘅饭就到了对，高山好水睇也比，但系菜汤又皮，只系错了路不在内，异乡异乡心相随，也了解了清凉了，高通相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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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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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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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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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咦，也系嘛嘅东西？也系草，也系草，按正西哦。咦，这又系嘛嘅东西？嘅系花，这系花按讲哦。也叫花花草草，睇下地呀，一奶嘛有。这系花，这系草，这系花。咦，这又系嘛嘅东西？嘅系荷包，荷包肚里系嘛嘅东西？唔呢？也种嘅按讲哦。吉安多水大便，水大便有一段佢讲嘅神话故事，上去唐末。哎，假是吞牙讲。好，我等提嘅坐下来谈。好啊。係喲，又要問幾難嘅，我撞到一個好方法，推危嘅。生一梦，生一梦，聪明凡凡有念心，强。水大便有一段佢讲嘅神话故事，上去唐末。哎，假是吞牙讲。好，我等提嘅坐下来谈。好啊。哈哈哈，我係個個開創嘅熱情，睇下你係班本色。咦，咁我要一套講毛對奶對行來呢？希望個嘅奶飯，就唔係必講毛。二條，幾套講網先衝對片動人，分萬向三角式嘅假片係陳上嚟嘅。假片係呢度，到底係乜嘅有毛神怪？假是日本眼看。記出來耶，記出來耶。黑一米水大便，穷些神种在假片海，虽然我黑些些不望下假夫情，拳腔耐苦能干健强，这里温柔又安详。哇，按上嘅1.5米，看佢身材簡亮又高雅，而且佢上嘅身材衣裳，本人原係上對佢多看2眼，原來佢係有毛神怪，而且係上嘅美人。原來劍係有毛神怪，佢係我心中嘅美人。唔得，按太大，竟然咁吞下眼，假是同人講，佢係乜嘅？佢係水大便，水大便，水大便。
汉内，家家上来，你条晒师傅嘞，有乜嘅事啊？我哋黑肉嘅水草屯太洞，我一堂泡嘅阿婆講故事嗎？我一堂泡嘅阿婆講故事。咦，我冇看到漢內咯，唔等講咯，要睇嘅生咧。加拿大人係老風法，睇佢變調誒。冇變愛調誒，愛上誒。我哋開始出發，冇伴泡嘅阿婆等太久。好，唉，匯豐啊，有發現冇？日頭最圈乖乖嘢。有啊，奇怪，從來冇安尼講呢。冇啥。哦，日頭戀愛耶！日頭愛上乜嘢？我用位電腦。去乜嘢？啱唔啱？唔去。我去。日頭。最近好冇？唉。係咪戀愛耶？人兩個真了解愛真係戀愛耶。愛上嘛？愛上水大便。一個菜田，一個菜地，上個嘅阿人何必牛郎同志有錢跳？錢跳嘅跳，人哋家家同一條上嘅辦法，配水大便的。哎呦，也有乜嘅難嘅，就像一條下種情書，強迫嘅阿婆同一條做媒人，有個辦法唔可以查哦。好，去安尼攀。泡嘅阿婆，根本你愛講乜嘅故事本愛殿堂，根本你唔講故事，根本你愛講藝術情事本殿堂。好。見動就有一種甜美，佢想將安靜嘅信仰變成愛嘅生命，每一度佢想變成為一個人嘅，一直停在唔嘅身邊。本人暗感痛我，不知香香跌下來，假使有人暗愛我，唔只有以後的喲。我想你是也為此情給你，我想去安慰佢哦。但真係想認識佢，唔知佢係乜嘢麼？佢就係嗰個菜送嘅日頭。咁唔知日頭愛上乜嘢麼？日頭愛上水大便。日頭愛上我？係啊，愛咪上嘅杜興水大便。一個菜田，一個菜地，安逸哦。假使真係有錢，佢哋冇問題。問題係愛唔愛接受日頭嘅追求？這是大英吧？日頭就是寶，自己好處不平常。日頭不曬草不溜，日頭不曬花不香，人生也愛日頭曬，日頭曬了張空間。肯定同日頭過按到嘅有點，愛超大英嘛。耶！水大便就是愛嘅追求，可以歡喜哦。唔過嘛嘅，我希望水大便可以喺我嘅身邊，但係距離安人，唉。係喲，也有乜嘅難嘅，我找到一個好方法，幫我嘅。聰明凡凡有熱心，強強來聽書，家家相處好快活。愛日頭愛上水大便，頭將將嘅水大便。愛日頭愛上水大便，頭將將嘅水大便。
一條路山也發出來，天當路一天強打橋來，安將嘅水大便，一代強橋靠本一條，水大便靠本一條，用的生命做來耶，水大便靠本一條。用的每一種生命，哇！小明，睇嘅叫乜嘅啊？看到日頭出上去，挨嘅成橋。我嘅水大便嘅神法故事。奶你會安尼喏，真係好心無好報。勇敢曬，勇敢曬。啊，嚟陣來搞遊戲。好啊。搞乜嘅？搞團師娘誒！耶！是哦，都挨嘅星球都冇共用，咦，也係乜嘅東西？香港。
香港。奉献的奉献的，爱来满嘅身体，做嘛嘅爱丰富，有限的有限的，爱来满嘅身体，做嘛嘅爱有。大家好奇啊，因为我嘅星球只有皮条，比来比去，冇一种东西。该好教我，该上通记教养我，咦，佢系乜嘅东西？发米条。发米条，中国真好唱，从此步上三声行。破水流来跑树，江到花园跌落落。发米条，中国真好唱，从此步上天生行。
一条停在一条水后，这是嘛个树啊？这是木瓜树。按电影下嘅木瓜树，做嘛嘅挨嘅身軀莫入到东西。等看木瓜，哎呦，有木瓜哦！1、2、3、4、5、6、7，宝贝，宝贝，宝贝，木瓜就会每情嘅宝贝。挨尋到寶貝嘅，挨嘅身軀要叫嘅。木瓜汤，做汤嘅木瓜芽，做山嘅木瓜頭，木瓜瓣，吃都飽。你昂條叫了的，木瓜嗡嗡響了的，嗡嗡嘅木瓜絲。呀嘿啊，婆婆婆嘅頭那麼，是呀嘿麼嘅，是呀嘿媽媽粗粗嘅樹把頭。就會每情嘅寶貝。挨尋到寶貝嘅，挨嘅身軀要叫嘅。木瓜湯，做湯嘅木瓜芽，做山嘅木瓜頭，木瓜瓣，吃都飽。你昂條叫了的，木瓜嗡嗡響了的，嗡嗡嘅木瓜絲路途，路得愛去愛叫。我嘅爸母嘅事，我嘅你做一些，他們愛努力嘅開發，開發就有你我。你昂條叫了的，木瓜嗡嗡響了的，嗡嗡嘅木瓜絲路途，路得愛去愛叫。我嘅爸母嘅事，我嘅你做一些，他們愛努力嘅開發，開發就有你我。你昂條叫了的，木瓜嗡嗡響了的，嗡嗡嘅木瓜絲路途，路得愛去愛叫。我嘅爸母嘅事，我嘅你做一些，他們愛努力嘅開發，開發就有你我。你昂條叫了的，木瓜嗡嗡響了的，嗡嗡嘅木瓜絲路途，路得愛去愛叫。我嘅爸母嘅事，我嘅你做一些，他們愛努力嘅開發，開發就有你我。木瓜係一種改好嘅營養良品，也係改好嘅食療果品。木瓜健脾胃，好消化，也就吐降血壓。木瓜消除甲寒，解除消腫，頭能口爽。木瓜還可以治療消化不良、胃炎、胃痛，使你痔瘡潰瘍、高血壓、肺血病。上腹呢唔足，小便不順、大便不通，是木瓜就臭誒。多搶人，很順愛尋到寶貝，唔得係愛身軀嘅救命恩人，歡迎唔來愛嘅身軀教。唔睇嘅叫乜嘅啊？難睇叫時間過嘅眼鏡，馬上就會吞起路面講再見了。時間係乜嘅？
有人讲时间同佛正相用，手几下就过去嘞。又有人讲时间同佛茶相用，各站无停。现在时间很看困难，就是个东西，我哋创本谈好嘞。好。噔噔噔噔噔噔。今年也给送本，一定会记得那天。我哋只可以送到廿邊，我哋唔敢再講李婷呢。嗰條李婷不會用嘅喏，我有一張新嘅事叫出來，恭喜你喏！我哋只能夠聽李婷同講再見了。朋友再見，小米再見。送
六对，路千里，相归龙口千里路，万分思念故乡人。请你再见，又再见。请你我用班归去。当然係從飛天過去啊！唔過飛天已經快去咧。無啥內頂聽到嘣一聲，搞到係爆米腸咧。教人用個上好，也是前太人來講講啊。唔是緊張，係那我有辦法。一片。
又卡来讲客家话，下课又讲客家话。